高雄一间国小一个幼儿园的特教老师，被指控讲在饲囡仔食饭，造成囡仔目睭着伤哦。这是有定情的议员嘛发现讲，这老师4档来被检记过6届，嘛捌被记过处分，也毋过继续在教册，指控学校包庇，市政府嘛无作为。甲特教老师面对面坐咧，查某囡仔甲饭菜吐出来，老师换囥咧，甲囡仔倒碗，爱伊坐伫涂骹。毋过要甲转方向的时，却因为动作伤大，致使查某囡仔的目睭去弄着椅仔，全安尼着伤。接着家长真正的高雄市议员就讲，这个老师已经毋是头一届去互投诉，所以会当继续教册，质疑学校咧暗砍。所以老师放下那个动作确实很粗鲁，他把它放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影片是撞到了椅子。我们早上开完行政调查以后，也老师说明后，我们就决议要惩处这件老师。其实不止一次这样如此粗暴的对待学生了，他在这4年里面总共被检举6次，那有9项的行为属实，那有8项目前还在调查中。校方出面驳回，讲老师已经甲家长讲好，会监督囡仔好好食饭，所以才会较激动。动作确实是有较粗鲁，已经有要求改善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嘛有通报校安介入调查。二教已经停聘这位老师，绝对无暗砍。根据了解，这位老师之前捌因为护具的使用，甲其他家长超袂好势，去互记新界。教育局也表示，若是这届确实有不当管教，会甲加重处罚，除了罚钱，佫会改评。最高可裁罚行为教师60万元罚锾，并予以解聘，加上管制1到4年不得在幼儿园服务。市府表示，调查结果最近就会出来，会依法处罚。另外，针对代理校长有管理不好的部分，也会甲追究责任。记者高雄报道。